早晨，先生想點樣剪呢？我想剪到好似佢咁樣啊！哦，冇問題啊，跟我呢邊洗頭。我啱唔啱啊？啱啊！嚇！又幫你除頭。若試過戀愛都必失過了，劉海或捲髮，熱水風筒較剪，平復過去方法卻是能自選。如果不可改變面型，就換個新髮型，能像那適應你，叫做年輕裝了便洗一洗。你還年紀細，從沒眼淚如污泥，沒法可清洗，心痛便剪一剪那條情感線，無謂駁着掛牽，要看前面。如失戀未可免，無謂看最壞那邊，越去撥越寧願將你煩惱撕一剪，角色已可改變。誰也有種責任，好好打理自己。誰說你可嫌棄自己？10